徐骁究竟有什么魅力？仅仅是个二品小宗师，却能让无数个江湖高手为他卖命，更是让成就了女子剑仙的吴素甘愿放弃吴家剑棍的身份，死心塌地的给他生出了3个孩子。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位北凉王徐骁的手段。徐骁的经历其实可以分为2个阶段，其中之一就是他成为北凉王之后，拥有了天下中可以震慑他人的权利，自然也是能够凭借北凉王的身份招揽一些的高手。但在徐骁还未成名之前，也只是一个辽东地区的游侠罢了，不仅身无分文，而且也没啥特长。不过在徐骁走出辽东之时，却带着600甘愿为他效命的死士。要说他没点本事，这600骑也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。就凭借着这600人，徐骁开始逐鹿天下。在四处征战的时候，徐骁虽然作为了众人的领头人物，但是每次冲上战场，徐骁都是第一个拼杀在前的，并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将军一样躲在士兵的身后。因为徐骁知道，只有自己冲向前去，跟随自己的士兵们才能够一往无前。没有一个将领喜欢怂包一样的士兵，同样也没有士兵喜欢怕死的将领。所以在这一路上，徐骁都是拼杀在前，这也让他跟自己的将士们一同经历过很多次生死，自然愿意跟随徐骁的人越来越多呀。就这样，徐骁一路上收下了万人敌大将王翦。他在徐骁被围困之时，力托城门让其逃命，为了徐骁放弃了自己的性命。而陈之豹的父亲陈琼更是选择带着陈家全部的子弟帮徐骁断后，最后除了陈之豹，没有一个人活。甚至即便是退役多年的老兵，听到徐骁的名字后，也激动的下跪对徐骁进行膜拜。可以说，徐骁在北凉将士们的心中已经是如同神明般的存在。徐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，除了一直能在战场上冲在最前方之外，那就是他将每一位北凉将士都当成了自己的家人，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牢牢记住。在北凉王府当中，徐骁就给当初跟随自己的600骑每一个人都立了一块牌匾，并且经常去祭拜他们。那些人的名字他都烂熟于心了，甚至连自己当初跟他做过什么，徐骁都记得一清二楚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将领，可以说在任何时代中都是寥寥无几的。而且对于那些伤兵退役的老兵们，徐骁也一直在暗中帮扶着他们。在剧版中有这样一个画面，徐凤年经常去看望一位瞎了眼的北凉老兵，并且在他的面前大吐徐骁的苦水，但这位老兵始终站在维护徐骁的立场上。而徐凤年当初也不知道自己父亲徐骁其实也经常来看望这位老兵，以朋友的身份跟老兵谈一些局势情况。可以说在徐骁的心中从未忘记过这些人，所以也不难怪士兵们可以为了徐骁拼命了。至于跟随在徐骁身边的李义山、赵长陵、楚禄山等人，也都是被徐骁的那种气质所折服。徐骁是整个北凉中打架最狠，而且打仗最多，也是最厉害的人。虽然只有2品5夫的实力，但那些猛将们在看到战场上厮杀的徐骁，自然都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。不过徐骁收服人心，靠的不仅仅是自身敢拼敢杀的魅力，还有自身强硬的手段。作为一个北凉王，徐骁如果没有任何的手腕的话，自然是留不住一些有野心的人，比如陈之豹等。但是徐骁却很好的做到了什么叫做用人不疑，但也会为了稳固北凉的局面，将一些生出二心的人给解决掉。这些手腕也是徐骁一路上修炼出来的，毕竟身边有着李义山这些谋士，徐骁多多少少也学习了一些掌控人心的手段。但他对于吴素徐骁却从未耍过任何的心眼儿，就将这位吴家剑种的剑冠给追到手了。至于徐骁所使用的方法，就只有2个字：真诚。这可以说是徐骁最大的一个武器了。因为在遇到吴素的时候，徐骁虽然不知道吴素的身份，但当时的他却还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将领罢了。以这种身份去追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，徐骁自然是需要拿出自己最大的真诚。所以徐骁当时对吴素说的第一句话：你想要这个天下，我就给你一个天下；我想要一个儿子，你给还是不给？这种不要脸的话也只有徐骁能够说出来了。毕竟他当初作为游侠的时候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厚脸皮。当然吴素也不是一开始就同意，但徐骁化身狗皮膏药吴素走到哪儿，他徐骁就跟到哪儿。就这样，凭借持之以恒的决心，成功打动了吴素的芳心，让吴素甘愿为他放弃一切。徐骁有着人屠的称号，更是被誉为了春秋3大魔头之一，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而听朝阁中的那些武功秘籍，更是他当初马踏江湖抢夺而来的。这也就导致了不少的武痴为了进入听朝阁学习，甘愿进入北凉王帐下。这也同样是徐骁的手腕之一，手腕和实力并存，将徐骁自身的人格魅力散发到了最大。而作者给他的设定就是2品小宗师，恐怕也是为了防止徐骁太过于发光了吧。如果徐骁能够进入1品或者成就陆地神仙，那么也就没有徐凤年什么事儿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